佢係通往天地嗰把鎖匙。天地乾坤皆有所法。第二季通靈之王，恭喜晒你！恭喜晒兩邊都。上嚟啊！跟我嚟啊！輕則我得故，重則生命上面嘅問題。本嚟冇魔，聽到呢個咒語，你做乜嘢挑釁我？小胡今期嘅後援比我想象之中更有趣喎！你看到嘅東西不在這個世界。或許你就是能打開我心裏的那道關。佢係唔係可以睇穿你嘅命運軌跡？